大家好，我叫陈慧玲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今仔日啦，阮甲进前拢无共款，阮特别为台湾坐飞行机飞来到金门，要来找一个金门话下下叫的妹妹。哎，讲因兜甲蚵仔做有关系，啊，到底是有啥物关系咧？无咱做伙来去看卖仔，行。捡蚵，爱叫鹅，哪叫鹅？哦，伊迄即马海水退到这后壁，嘿呀这，是靠楼吼，有扣啊啦，靠楼。收下来啊。阮是分大楼甲细楼。哦妈，恁遮这风吹来，我来做讲会足热的咧对啦，，搁凉凉吼。凉凉啊，这海风嗯，是安尼足笑亲的，这拢会当落去吼。这袂得落，这会水，这会安那？会水咯。这会摔落去哦。哎呀，伊迄内底是，会土啦，会水。安尼咱即摆要来捡的，就是边仔这哦。摕边仔这鹅。这无人的，这是自然大鸭的。鹅啦。大鸭鹅哦，这款有人的啦。头前迄就是有人有人的。的。哦，哎，为啥伊安尼一支一支一支啊？啊，迄是鹅拄少啦，乌拄椒，乌椒哦。鹅少啦。啊，迄是叫做塑胶鹅，一打。你是讲较幼的迄公仔迄哦，所以现在足大磅。会当用迄个乌椒、乌拄，哦，啊嘛会当用塑胶公仔。嘿嘿，这拢有哟。这拢有。伊伫迄石头顶过来拢会使哟。啊，你有提桶呢？安尼，哎，较有耐啦。安尼这拢罕见啦。对啊，较有耐。啊，所以咱捡蚵就是安尼，嘿啦。凊彩蚵就有哦。无啦，都干你凊彩。无我看无。你都毋捌来咯。你有搅这蚵，你硬头壳还无效啦。哦，这就是蚵啦，这体啊。哦，对，这粒大粒无？我大粒。对。啊，这敢是？对啊，这就是蚵啊。哦，这就是蚵啊啦。这个蚵。对啦，迄也是蚵啦。啊，这个蚵啊，恁都袂晓食啊。啊，就看不出来。啊，这嘛是蚵。阿妈，OK。肥啊散。哦，我肥啊。哦，迄肥呢？嘿。迄条是肥的。什么的？我感觉这有啊，啊无这遮大粒着，啊，迄我个蚵。会吗？这拢有蚵对无？头要钓变蚵啦。这石头啊，啊。石头啊，哎，石头等去。啊，这种滚的，哦，这就爱看这个哦。看有无？哦，你来遮摕蚵啊，迄日久会较酸的咧。嘿啊，敢会有人较少年的人会来摕蚵？真少啊，是安怎？较辛苦啊。迄个甲同学来，老师讲要来做功课，要翕相，啊，就看到真多人来招葱蚵，毋过年岁拢真大，阿嬷拢毋互阮来，讲伤危险啊，讲迄时细汉时阵艰苦才来啊，啊，阮即摆伊嘛无互阮来啊。啊无恁兜平常时咧，这蚵仔位倒来？对啊，阿嬷甲婆婆去摕的啊，啊阿嬷来就袂危险哟。嘛是会啊。啊，妈妈会讲啊，阿姑会讲啊，毋过阿嬷讲袂听。啊，讲袂听。嗯，啊，伊讲袂听是安怎？不知。你讲阿嬷啦？我不知。阿嬷就是老人囡仔，嗯，你有当时啊嘛会翻笔吧？嘿，啊，无你两个是创啥？有啦，阿嬷我嘛靠一桶啊，无阮就搁刷位啊，跟了。一叔叔啊，我嘛有啊，起来啦，我毋着刷位到有蚵。耍位就会有蚵啊。啊，你摕做人蚵。阿嬷你若为阮口开一直淡做啦，啊，你毋着搁刷位，惊咱等下空地拗到只蚵呢。所以阮对只蚵的拢无啊。好啊，哦，那先去就食到。哦，这只有啦，4个啦，看看。
卡，较早搞哦，阮人要接落来少摕学啦。啊，迄时阵敢有足侪人呢？有，规个家人来摕，真侪人过来少摕学。即摆即种猎啦较无啦。啊，即摆拢无啥看去着。插落手啦，即摆较无学。啊，免摕伤多啦，摕伤多会哪会歹？食袂起啦。食袂去啦。所以恁学客嘛是爱来遮洗洗。嘿啊，对啦，即句都是了随学随骹手的。啊，那无爱客等去厝洗就好，厝的毋是共款拢有水。啊，只要唔洗摕水水，带带。阿妈，我洗去买啊，你甲我教，这简单的我会使。安尼切来切去哦。是来是。安尼哦。我要天气较好看。安尔喂，切这嘛是会忝呢。嘛是忝到变，逐项来忝。较输老好啊。系啊。较输就较好。阿妈输你。你迄落啦，老的老布丁啦。多晒。安尼咱今仔日烤遮安尼收成算好啊歹？有啦，有好。安算袂歹啊。啊，食只袂少袂少。今仔下暗有通食蚵啊哦。我已经看到遮的蚵，我这已经几囡仔就已经开始咧流水咯。更大切出来吼，较新鲜，较青啊。较青呀。你啊，较水水，不会水水。哦，你咱平单里。我哪有？那你带我来菜市啊？我带去食早顿啊。菜市啊，在咧食早顿。嗯。你看，还有烘鱼呢。嗯。啊，迄种烘鱼要安怎煮？你敢会晓？妈妈。爱炒姜。烘鱼爱炒姜。啊，迄电管有迄香吼，爱烤掉。清炒。清炒。清炒。炒姜、炒辣椒、炒蒜头。哦，安尼好食。安尼真好食。你有食无？有啊。有时阵妈妈会煮。烘嘛，伊较细碗啊，这鱼烘这算上好的烘。多谢多谢。我看迄烘鱼啊，这个有啥物鱼啊？敢食个刷鱼。刷鱼。嗯。碎食。鲨鱼哦。嗯。刷鱼。本地的讲鲨鱼。系啊，本地讲刷鱼。叫阿妈要讲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妈徛遮较细哩啊。我看恁金门人拢足热情的哦，所以你讲要带来食烧饼。烧饼。你敢食个金门的烧饼？金门烧饼无，我敢若食过迄个本岛的烧饼。头家烧饼有几种口味？两种，有咸的包肠啊，甜的麦芽。头家两个咸的老多。来，两个。好，拢咸的。吃。好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我看恁金门的菜市啊，虽然咧细细啊，敢我看到咧一条尔，啊，我规一条，什么物件拢有卖，要买啥一条就解决啦，就免掠细来细去。咱山水要倒哦。有淡薄仔水的所在。淡薄仔水。你啊，敢有？啊，无看到。这一直倒蚵就会使的哦。蚵无啦。你食啊？这是你，还有一个这。哦，这就是刷水啊。这细粒无要甲炸断去哦。无细粒会袂用的，伤细粒吧。我学着一粒，比你搁较细粒的。咱要搁较落的蚵的无？搁较落的。啊是只较有刷水尔哦。青蚵的晓嘛有诚多，嘛也会着。不过阿嬷讲迄毋是沙水，啊无迄是啥？迄敢若是旱，无共种的。之前啊哥哥阿哥妈妈来有两个保特瓶遐多。啊咱今仔蚵仔少啦。哈。是我的问题吼。嘿嘿嘿，迄个问题。安尼拄啊。
变不你外口啊！哎，咱安尼哦做这。嗯啊。行。哎咯，你莫家己走出来耍啊，走出来佚佗啊！有时阵啊，啊无妈妈甲阿嬷伫厝的，我袂当出来。你走出来，会互阿嬷讲妹妹，会啊。阿嬷较接实实的，是妈妈较接实实的。妈妈用妈的，阿嬷用连的。哎，咱来安尼谈你落当下再讲。袂啦。哈？袂。袂吼？我有衫你无衫。你讲的哦。啊，若互妈妈骂咧？啊，就讲哥哥冲的。嗨，哎，我来讲，咱带我来上水的。好。啊！救命！这是我的阿嬷，伊叫陈美瑶，今年78岁。阿嬷，宝宝伊拢叫伊啥号？唔是叫名叫啥？无，唔是，宝宝拢唔叫名，叫伊啥号？叫我呢？嗯，哦，叫林辉啊。林辉啊。叫林辉啊，伊讲唔phải林辉啊。嗯，啊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你拢伫叫咪台，拢伫旧厝。你细汉的时阵，嗯，你摇啊，我平常时伫厝内有乖无？跟有乖有听话啦，嘿，足乖。你啊，真真乖。嗯，我若甲讲迄就真好。嘿，啊，我拢无说哈，这个叫乖。你有乖啦。阿妈，恁这动作拢足紧的，我都对也袂对，恁这，我头一遍破这种青的蚵仔呢。头一个破呢。嘿啊，阿嬷，我拢找无伊的空伫倒位。就有一个坑，这就是空啊啦。一个，嘿啊嘿啊。安尼，安尼压力，迄个无着空啦，这空较对啦。这空，嘿啦，这好，嘿，你手就较有耐。安尼，迄空，这就熬有倒啊，袂入去咧。啊无拉，呆啦，安尼啦，阿妈骂我呆啦，呆，呆哦。我呆破无破咧，毋是呆，哦，我呆啦，呆是什么意思？顶啦，哦，伊会定伊哦。哦，这真正爱有技术。啊，做迄猪甲胃，安尼，胃啊，有啊，我知什么。我软骹手嘛足紧的啊。伊嘛今年才有破的，顶一日来袂晓破吼，我甲放。死啊！是安那？啊，搁一只吼破一碗，哎呀。伊家己伫遐破一碗。头先部边来破，像你安尼袂晓破。嘿。啊，老母地破一碗头啊，都会啊。恁平是伫遮咧，迄落破有敢会？哪破哪唱歌？无我就练迄白螺丝种的。我干来养白灵丝、车本机、车甲溪仔见，博一倒去着2000钱，啊都袂晓啊。啊无啊有。后壁阁有诶。我练无共诶。恁俩无共诶，恁俩金门话诶吼。有咱共诶啦，阮是较长。无，毋过阮是练白螺丝，哥哥练白。阮是白灵丝。阮是练白螺丝。白螺丝。啊，阮是练扣钱，因练扣了2000钱。扣一元。买饼分大鱼。大鱼嫌无我。夜了来种蛇。种蛇无。种蛇有。大金佛。金佛做客。大着阿大伯。大伯袂操纸。大来大去大着我。我心肝。泡泡砖。爸母话规划。规划跳歌机。恋爱换来子。四个万在食。深夜唱场人。乌罗兄。乌罗弟。乌罗18箱的红酱话。查我18百。买三袋。甲斗对目屎。目屎在去点。点温温。长见将军。将军都跑尾。长见安姐。安姐要洗衫。长见外卡。外卡较无。长见合车。合车好拿好。长见个。
搁迄狗仔夹一口，十米半香干，香港分阮看，十米半后山，分阮掠，十米半茶茄，茶分阮清，十米半油淋，有人讲油淋包，不搞晒，食气头。无，遐尼长啦。阿妈，我根本听无半句有的呢。阿妈，你个腹肚内底全歌，阿妈就是一本书店，旅店，字典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今仔日我们教的是金门话。头一项，这是啥？这我看这就是澎湖菜粿啊。无，阮讲甲粿。恁讲甲粿哦？啊，咱搁做讲一个，这叫做甲粿。啊，这就芹菜啦，芹菜对无？无咧。阮讲芹菜。恁讲芹菜哦？啊，咱搁做讲一个，这叫做芹菜。啊，这我知啦，这圆的这就马铃薯啊。无，阮讲简单。你讲简单哦，恁才讲简单哦。好，啊，咱搁做讲一个，这叫做简单。安尼拢学会晓袂？阿妈，阿妈，啊，你无人赢啊？有甲惊着无？有。我来观摩啦。2、3、4、5、6。啊，伊这四色牌。毋是，困咯。困蚵。嘿。啊，恁台湾叫拔竹蚵。我甲你讲，哎，之前有一个，哎，就是妈妈饭煮好啊，啊妈妈讲一定爱食，阿妈讲好，迄个阿妈无食饭。妈妈煮错，阿妈无食，袂记食就来跋筊。啊，妈妈对看到就互妈妈骂。妈妈会骂阿妈，安尼。阿妈会骂阿妈。哎，阿妈嘛细丝哦，阿妈细丝毋食饭。哦，我食蛋。安尼是啥名伊啊？安尼狗哦。安尼衫我袂教的啊。三哦，这嘛是爱激头壳呢，爱直想啊。啊，大个是我使想。对啦，有那爱啦，你哪会讲话？我想我拍啥你啊？对啊。想我老公拍。我无像阿妈遮牛啦。就咱做人去趁钱啦。啊，你嘛阿妈你嘛甲我做工课。我呢？伊有咱讲到最工课。系啊。影啦，打我袂做啊。啊。教我都唔知。会咱做工课嘛爱有迄个 QK 的时阵。真遐济，遐哪有多啦？无做，阮同学迄阵讲，老师问讲，厝头前有啥好？我讲有菜园，阮班拢无相信的。好。我讲有啊，阮兜有种正多物件，伊也是无相信。无相信，拢来看。你喜欢妈妈，伊这菜最好食的。你今日要食啥好？茶水，茶水超好啊！你做你做体，够不用。我的妈妈平常时人足好诶，天天。我甲同学要行去车站，伊行载阮去。伊这菜嘛真好食。介意无？有，还是要食外口较好食。妈妈煮的，阮同学拢最爱食妈妈煮的卤的豆干，老师爱食妈妈创的菜脯。感谢妈妈打工真无闲，上班大时阵做煮互阮食，多谢。你乖就好啊，好。来啊，食饭哦，汤来啊，烧。这较细粒啊。哦，这什么汤？干蛋汤啊。红菜头。红菜头。红菜头，啊个排骨哦。排骨，这拢简单甲红菜头拢阿嬷种的。阿妈都咧种几样菜啦？种1项、2项，甲粿。甲粿，这2项、1项、2项、3项、4项。芹菜。芹菜嘛，你种的。你食啥？蚵仔煎，你食看卖，有无共无？无你坐一撮混凝机来，你看。这是蚵仔煎。早起破迄啦。这个早起破的迄，这个我印象当中的蚵仔煎无共款呢。啊，内底迄是啥？葱啊，蒜啊。酸啊，芹菜。哦，这蚵仔煎
好食。无阮物件就会有咸咸啊，伊有迄个做青的味，迄有无青，落味烧粉，无落啥好诶。啊有了甜甜安尼，清甜清甜。阿妈搁一项无出现啥？乌龟，阿妈你有做啊？有啦，我遐佫摕好地来生。伊台湾一个阿叔真爱。啊，我当试看卖爱无？我这个，我转来摕无？好啊好啊好啊，我转来摕哈。即摆有哈？有。好，我试看卖，我无试过呢。咱的乌龟真咸哦，你等下看要啉。袂讲真咸啦，这是乌龟啊。乌龟，所以伊是青的。我看卖啊。哦，这看起来哪像饮丝鹅咧？啊，规个拢袂滴哦。食嘛？你食看我食看卖啊。嗯。条条拢会当食。会啦会啦。看你对什么较爱？我拣一个较肥的，一个做芳的。哦，芳对无？伊是一个青甜的味。做芳的。我头出来。啊，你马上。咸吗？好咸的。哇，这真正咸。我另外夹一顿。好。啊，毋过伊做芳的。伊是芳啊。伊真正做芳的。啊，咱的金门话哪会遮好啊？啊，咱的从细汉阿嬷摇的，啊，就由阿嬷讲咱的话。哦，所以伊自细汉就会阿嬷讲摇金门话嘿啊。，啊，搁学长学闽南语，伊拢规定爱有上课啊。伊若念唔对，阿嬷就甲过啊。哦，阿嬷会甲。会甲纠正。哦，会甲改啊。会甲改过来，啊。你学真紧哦，随讲哦，伊就随会。巧。巧。这囡仔巧哦。我看啊，讲着咱你个喙角拢安尼翘开。伊就毋去请别人摇，爱我摇啊。家己摇较省啦。毋是较省。顾会着啦。对啦。你吼外口的人带吼，咱也袂放心啦。这计嘛我摇的。安尼恁就是安尼啦。我有听。恁的感情一定是安尼累积起来的啦。我拢爱摇伤多，简单啦。红菜头一道。一道。啦。你规日，我都爱食。阿妈爱食你种的，你种的。阿妈食一道。你听讲你种的哦。菜头侪味。无啊。阿妈即马都想咧，阿妈即马嘛做像一个老人囡仔同款。糖啊。你一开，哎，你种的，你听讲你种的，我无食哦。你若去炒饭，别个食，白豆豆啊。你食看卖啊，今日来卖。咱伊甲因阿嬷啦，因妈妈啦，因大概拢是安尼搭喙鼓、搭喙鼓、搭喙鼓。伊的金门话真正足好诶，我感语言是伊甲阿嬷交流的一种方式，嘛是因两个上深的连接。啊嘛，互我想到较早，阮兜的人嘛是拢一直甲我讲台语，就是台语变甲愈来愈好以外，嘛是我甲因沟通的一个媒介，嘛当互我更加去了解到阮兜的人，阮的感情嘛会愈来愈密切。你下骹咧吐出来就好啊，你就袂捌着手啊。啊，我就吐袂出来。无你甲我去后盖吐。唔我拍开啊。咱咧开就会捌着手。若有一天啦，你若离开金门，你会思念遮个啥？阿妈干嘛嘛吧？阿妈行小紧啊！哦，伊伫咧石头顶过来拢会使哟。哎呦，我夹对阿去咧，我目镜甲你穿住。顶起。请。嘿嘿。